没声音哦。好，来，我现在开了，哎，好，大家平安，真歹势，拜五有一寡代志吼，就会停吼，后礼拜还佫停一摆，我无伫台湾吼，好，咱今仔日要来看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17节一直到结束啦吼，这17节到39节拢总有分4个小段落吼，念面咱才一一来甲咱分享安尼吼。好，要开始的先请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天父，你赏赐阮这个大小的台湾有雨水恳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为着阮今仔日的组织来献上感谢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地带，让阮透过路加福音第五章线接17节到39节的这个经文，让阮来得到启示甲激励。愿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我就无甲经文字读啦吼，拢有伫咱的手中的资料内底吼。我将路加福音甲共管福音的经文拢有提供互咱，咱有时间则去看一寡我写互咱的资料内底一寡的对比啦吼。伫17节这段的经文吼，咱会当看见讲，较无共款是一个摆卡的人，伊互伊的朋友带来吼。咱要看17节到26节的经文啦吼。也看到讲17节有甲咱讲到讲，有这个真济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吼，拢来军队耶稣咧要听伊咧讲啥物货吼。那基本上咱若对福音书去甲看的时阵，咱大概知影即阵人基本上较毋是咧追求耶稣基督的教导啦吼，因较是想要甲找话芳吼，要找证据，要来甲耶稣来抵挡，还是讲要甲陷害吼，咱大概知影因的心态，当然毋是全部的人拢安尼啦。比如讲，咱捌伫约翰福音看到即个尼哥底母的记载，尼哥底母来找耶稣来问，了后耶稣伫定死十字架了后，伊也甲即个约瑟吼，去甲伊的心思领转去。对安尼，咱知影讲，耶稣的教导对尼哥底母是有影响的。所以毋是所有的法利赛人拢无好啦吼，但我想咱需要来甲伊界定吼，互咱真清楚，较袂有错误的一个态度吼。我捌拄着一寡人，因讲，因足讨厌犹太人，你甲问啥物原因？因为因定死耶稣啦吼，我讲你嘛已经是2000几年吼，佫嘛毋是因定的咧吼。是有一寡人，当然因的心态无介好势吼，无但是讲咱大概知影咱爱有正确的态度吼。好，咱看到遮的法利赛人遮的经学教师啦吼，因来军队耶稣吼，咱讲一个用军种运动来讲吼，上届无伊嘛冲了人数啦吼。有足侪人咧军队耶稣，事实上咱嘛看到讲，有真侪的人咧军队耶稣即中间，互耶稣的名声真透。嘛因为安尼，所以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搁较想要来听讲耶稣到底是咧讲啥物货安尼吼。所以因虽然毋是咧真正咧追求即个信仰，但是有真侪教导拢是因为因的质疑耶稣的回答。然后记载伫即个福音书内底吼，咱知影，咱爱知影吼。所以牧师定定咧讲，咱追求信仰吼，莫做乖乖牌啦。就是讲，咱爱会晓提出一寡问题吼，着去思想。因为当咱想要提出问题的时阵，咱必须爱想吼。伫即个想的中间，
会将咱听到的物件，佮重新整理一摆，所以牧师嘛定定爱邀请大家来发表咱家己的想法，就是讲要爱咱整理讲咱听到的物件，咱知影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有一寡犹太教宗教的习惯，甲因的礼仪，甲因安尼真放袂开的，咱咧讲的文化束缚，文化束缚其实是足严重，对一个人，对一个族群，对一个群体，甚至对一间教会来讲，其实会成做足大的束缚哦，这就是咱伫福音书内底看到。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足大诶问题啦，所以咱伫遮看诶讲因真正是想要来找耶稣诶问题，但是对于圣经诶经文来看，就讲上帝诶气力甲耶稣三甲地地，互伊会通医治病人，即句话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伊是安怎有上帝气力甲伊三甲地地。咱若用约翰福音去思考的时阵，讲道甲上帝伫地，道就是上帝。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上帝。这个就是犹太人一直咧质问耶稣，咱连面佫会讲到质问耶稣的一个原因啦，因为伊毋知影伊就是上帝，所以伊就感觉讲伊安那亵渎上帝。这就是因足大诶问题啦，所以咱会当看伊讲，透过伊变赶鬼惊神热，也来展现着耶稣诶神性，这咱真清楚伫即个部分，这段诶经文，我想咱拢真熟，就是有一个摆骹诶人，伊诶朋友想要甲伊带伊去找耶稣，叫逐个人拢围靠伫迄个厝内底，无法度因安那。爬去咧厝顶诶，甲伊推落来即个故事咱知影。然后耶稣就叫伊将伊诶即个用诶即个咱讲被单啦床巾啦，会当收诶，就叫伊行转去即个记载咱真清楚啦好，即个较特别诶是咱所有诶医治诶神业，咱拢看耶稣直接甲。受医治诶人去对话，耶稣捌问讲：你爱我带你做啥物货？有人讲：我想要爱看见，我想要爱好。话讲迄个代笔诶囝，你来甲我医治像生太哥诶人。但是伫即段诶经文，咱所看到诶是，即个摆骹伊会四周围，甲伊带来，甲拆即个厝顶退落来。会较即几位朋友诶信心来感动着耶稣，所以迄个大道诶功效，当然咱袂当去否认啦，彼此诶关心，所以耶稣会讲恁若有两三人同心组织做伙，恁若有两三人做伙来祈祷，上帝就伫咱中间，上帝就要回应咱诶祈祷。我想这是有伊。真清楚诶意思伫即个所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9节到第10节，也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14节，拢讲到因为别人诶信心，互人得到救，也是得到这圣洁诶即个记载咱若讲到第7章诶时，咱会当过来看啦这段经文无有真清楚提到讲倒伫即个眠床顶悬的摆骹，家己是毋是有信心？迄个焦点是放伫伊朋友的身上啦所以伫经文的中间所讲的耶稣看见因遮的朋友的信心，来就来甲伊即个医治啦耶稣就来甲伊讲你的罪得到赦啦即句话互犹太人法利赛人经学士足袂爽快啦因为因感觉赦罪的即个权柄，人袂当黑白来讲啦拢袂当黑白来讲，只有上帝会通来赦人的罪安尼啦伫即个部分，咱会当看伊讲耶稣伊真清楚伊毋是单单要来医治即个人的病定伊要互伊
伫迄个灵性顶悬嘛来得到医治啦吼。啊，当然这甲犹太人的斯克士足有关系啦吼。所以伫即个经文会当讲啊人啊，你的罪得到赦免啦吼。啊，耶稣毋是干那针对着伊的身上的病痛来医治伊，嘛搁来赦免伊的罪。啊，到底有啥物罪？伫即个所在嘛无甲咱讲吼。但是伫即个中间，就是咱拄则咧讲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就感觉讲这耶稣有问题啦吼。伊的气力甲上帝气力甲耶稣三甲地地是咱今仔日经文17节开始所讲的。啊，嘛伫即个中间，互咱知影讲，即个新者的部分，毋是干那医治即个肉体尔定。咱咧讲的全人的关怀。全人的医治吼，全人啦吼，所以讲咱毋但是肉体的心灵吼，你若用箴言的经文甲咱讲，喜乐的心是安那？是良药，所以咱会通伫罪得到赦免，也是讲咱的心灵得到健康，得到医治。那安尼来讲，搁较是比肉体得到医治搁较重要的代志。伫后日牧师要讲到迄个灵的搁活啊，灵的即个活命即个概念嘛吼，我会对迄个无真一个角度落去切入啦吼。但是讲咱的心灵的活命，其实是伫咱的信仰内底，比咧追求肉体的健康搁较重要的代志吼。所以伫这个所在，耶稣真清楚嘛，真明白来表达。毋但互伊的肉体要得到医好，互伊的心灵的病、心灵的郁卒，互伊来得到医好吼。所以箴言18章14节就讲，人的心灵会通忍受病，心灵忧郁，什物人会当来承受啦吼。所以咱时常咧做一个关怀，这中间就是讲为着伊的心灵来祈祷，搁较重要吼，搁较重要。21节就开始看到这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因的反应吼。文士也是讲经学士代表对圣经啊上帝的律法非常熟的一群人啦吼，会当讲是当初时的神学家吼。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因嘛是真熟，但是因基本上较属伫迄种宗教人士吼，就是讲伫咱若即摆讲。伫教会内底咧做一寡礼仪的管理吼，文士较属伫迄个读经文吼，对圣经有研究遮的人吼，基本上因拢是宗教人士啦吼。因真正确来指出一个论点，就是讲只有上帝会当赦罪。所以拄则牧师讲因上大的困扰，就是因毋知影耶稣就是上帝。照约翰福音所甲咱讲真清楚吼，对伫咱的信仰个别，咱嘛真清楚知影，咱讲三一上帝的概念，大概是约翰福音上焦重咧论着这个部分吼。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吼。所以当因无认为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也是讲伊有迄个神性的即个时阵，伊就会感觉讲，你哪会当安尼亵渎上帝？伊讲人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吼，所以因怀疑即个耶稣的身份甲伊的气力，甚至因嘛捌讲耶稣的气力是啥物人？是别西卜，就是讲鬼附伊的啦吼。所以因对耶稣的人物基本上是混淆的吼，所以因就讲耶稣讲到前往的话，就是亵渎上帝的意思啦吼。所以讲因认为耶稣毋是上帝，所以用人的角度来看，伊就是咱讲欠权吼，欠上帝的权柄，伫咧亵渎上帝吼。但是因咧心内咧想啥，耶稣基督拢知啦吼，所以伊就问因啦吼。就爱来问讲恁是咧讲什么物件呢吼？所以咱知影耶稣会晓看人，也是讲咱知影上帝拢知影咱心内咧想啥。
上帝拢知影咱有甚物款的需要，上帝嘛知影咱的怀疑，上帝嘛知影咱的烦恼，吼。好，若安尼时阵，咱要来讲啊。若安尼时阵是安怎，咱着爱祈祷。既然上帝拢知影，吼，咱讲祈祷是甲上帝一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吼。如果咱甲上帝拢无有关系时阵，咱对伊来讲，敢若亲像一个人对身躯边行过，伊若甲咱讲，啊你身躯有病吼，我甲你医好，咱会感觉讲，哦，你这个人遮假薄，对无？因为无关系嘛，吼，无关系。所以上帝爱咱用祈祷来甲伊建立关系。即个祈祷就亲像迄个青梅讲，大笔的子孙啊，我想要看见，真简单。嘛，亲像彼得伫迄个海涌的顶悬讲，主啊救我，哦，真简单，迄个关系就接起来啊，吼，迄个关系就接起来。但是当咱拢无祈祷的时阵，有当时咱会亲像迄种法利赛人经学书共款，啊，你哪会当安尼做？吼，啊，你若遮家暴，吼，咱有当时会变做安尼，吼。所以迄个提出迄个要求，提出迄个祈祷，其实是真重要啦，吼。伫即个中间，咱看见耶稣来问法利赛人甲经学书讲：恁心内咧议论啥物货？伊真清楚知影因咧想，吼啊，所以因伫遐就开始对话啊。耶稣就甲因讲：若安尼，我是讲，你做得着赦免，还是你起来行路倒一个较简单？吼，遐个经学书甲法利赛人，因其实一直咧想要找机会来试探耶稣啦，吼。所以当耶稣咧讲到你会做得着赦免的时阵，哦，因足欢喜的咧，掠着伊安尼，亵渎上帝的证据啊咧，吼。但是无拍算，耶稣安尼甲因问啦，吼。耶稣时常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啦，吼。嘿，啊，这是伊真真有智慧的一个所在啦，吼。事实上，耶稣认为心灵的健康比肉体健康更加重要。啊，这嘛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啦，吼。所以耶稣基督伊不但伫医治人的病，也同时伊拢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心灵，吼。我真爱想的，就是迄个耶稣甲彼得讲，假提进前，你要3摆无认我。但是当耶稣搁我显现的时阵，问彼得几摆，你有爱我无？3摆。耶稣所咧做的是一个心灵的医治，吼，即个做心理辅导的人，就爱用即个伫做一寡原则啦，吼。嘿，耶稣真注重即个部分，吼。所以耶稣嘛真注重人的心灵，这是这咱咧讲一般的医生做袂到的代志，吼，做袂到的代志。24节伫遐讲，耶稣为着要互遮个试探的人吼，知影讲即个摆骹伊会当起来行吼，啊，即个故事当然嘛，即个发生伫耶稣的学生彼得甲约翰啦吼，伫使徒行传第3章的记载吼，因叫一个伫美门外口迄个摆骹的去食，起来讲，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哦，伊就起来行，起来丢跳，吼，共款。耶稣甲即个人讲，你起来行，伊就起来行，吼，伊就起来行，无有其他咱讲去加出来遮个动作，只有甲讲，你会做得着啥物，你起来行。当然，法利赛人甲经学师提出质疑了后，耶稣就叫伊起来行，吼。所以伊就摸着伊的即个皮，也是讲咱咧讲床单倒来倒转去啊，吼！啊，伫经文甲咱讲，伊就归荣光互上帝，吼。搁一解来表明上帝医治的主权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无伫判病人的祈祷，嘛无伫迄个彼得也是约翰的身上，吼。咱知影祈祷，有一首敬拜赞美的歌啦，吼，其实写诶无问题，但是我定定听到人咧带诶人，拢去解说了有过头。比如讲，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毋知咱有识即首歌无吼？迄个歌词吼。啊，我定定听到人咧带即首歌诶时阵吼，你祈祷，上帝就听你诶祈祷，啊，互你医好。
初去听着感觉无问题啊，但是你若去斟酌去听诶时阵，好哪亲像是受着咱诶命令，毋对。我一再强调，祈祷是要互咱甲上帝有好好诶关系，有亲密诶关系。但是咱会得到医好，是因为上帝怜悯听咱，伊愿意。哦，这是无共款诶哦吼，毋是因为你祈祷，所以上帝就爱会动手。你无祈祷，上帝嘛会当动手啊，吼啊！你有祈祷，上帝嘛无一定爱照咱诶祈祷去做啊，吼！所以咱爱甲迄个主权分互介清楚，吼，分互介清楚。好，24节伫即个所在讲到罪甲病啦，吼，伊讲要叫恁知影人子伫地面上有赦罪诶权柄，这是耶稣对这个人讲诶。所以了后，伊就回头对这个摆骹讲：我吩咐你起来，摕你诶棉被来倒转去，吼，伊用安尼吼，所以耶稣真坚持，嘛真清楚，就是讲伊要爱互一个人诶心灵先得到医治，吼，要一个人心灵得到医治，这有重要无？好，咱跳过去别位啊看，有10个生太高诶人，耶稣甲伊讲啊，恁着去互迄个祭司来甲你检查。哦，因着足欢喜去啊！要还未到诶时阵，因诶肉体就得到医好啊。结果咧，10个人中间敢若有一个人心灵得到医治，吼，所以这是耶稣是安那足注重讲心灵诶医治真重要，爱做大声。其他9个人拢安那，就无转来，伊就看着身体好就好啊，哦，足好诶安尼，吼，但是因无真正得到全人诶医治。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咧讲到即个赦罪啊，病就得到医好啊。当然，阮倒转来讲，病若得到医好，咱诶罪嘛，着爱会通得到赦吼。咱拄则咧讲即个10个生态科诶，就是共款吼。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怀疑耶稣基督诶溃力，指责伊亵渎上帝啊。耶稣基督就换一个角度来讲，你诶病得到医好。来证明伊有上帝溃力，两项诶代志，有赦罪诶权柄，有医病诶权柄，吼，有医病诶权柄。这是真特别诶记载啦，吼。伊无爱人干若要追求迄个神者，吼。咱之前嘛捌讲过，吼。安尼是一个偏激诶一个角度啦，吼。所以，迄个人诶信心嘛好，还是讲伊诶朋友诶信心嘛好，互伊会当得到救吼，真侪得到医治诶人来讲，拢是安尼啊，因为因知只有对耶稣基督迄个所在，才会当得到得到医治吼，得到迄个神者吼真特别诶是，咱看见到伫第25节，迄个人起来了后吼伊就会通摕着伊所倒诶即个棉被来离开吼经文诶头前无甲咱讲耶稣问这个人你有信心无，也是讲你安怎？但是伫25节咱看见讲这个人其实是足有信心诶，伊倒伫面床袂惊一世人。当耶稣伫众人诶面头前讲你起来，伊就安那，伊就起来。这是信心，直接用行动来表达吼。26节讲，伊伫遐就来归荣光互上帝吼，伫遐来学了上帝来伫遐归荣光吼。咱看伊讲，一个感谢诶心是真重要是一个感谢诶心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得到这个医治了后啦吼。所以犹太人呢，因足深信讲看见上帝就会死，对伫即个摩西诶时代，因着安尼相信啊，所以因会惊，因无承认耶稣就是上帝，因感觉无可能吼，因有几个原因。耶稣诶背景，伊讲耶稣是目睭诶囝，哪有可能？即个代表诶子孙应该是叫皇族啦吼，也是即个贵族才会使吼。当然，因嘛，因为对宗教诶文化，因认为讲人看到上帝，看到约柜就会死吼。好，尼看见咱前面有讲到即个乌诶名啦吼，但是咱看今仔日诶所在就是
因对即个所在去到伫嘉北龙啦吼，去到伫嘉北龙诶遮吼，啊，即个湖有三名，咱知影吼，加利利吼，加利利海，啊，搁提比利亚，啊，甲格尼萨勒湖，即三个吼，咱逐个爱知影一下吼。好，啊，这就是迄个图啦吼，就是因逐个拢围过，啊，伫迄个细间房间内底听耶稣的教示，然后因无法度入去，因就只有安尼来将伊的朋友来推落来吼。啊，这我想着另外一个人，迄个人叫做埃亚撒该吼，嘛是逐个人围过，啊，伊无法度，伊就爬去树仔顶，有无？啊，耶稣就来，你也看吼，拄则咧讲，你毋免祈祷，耶稣知影你有心，伊就惊喜伫甲即个埃亚撒该的树仔骹，对无？啊，讲我今仔要去恁兜，吼，这咱的医治甲祈祷无直接的关系，但是祈祷是足重要，因为咱爱甲咱的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啦，吼，好。所以咱来思考几项的问题吼，毋通来效法律法师甲法利赛人啦吼。这是对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的基本要求啦，就是讲，亲像申命记第6章16节所讲的，恁毋通试探耶和华恁的上帝，亲像恁伫玛撒试探伊一样。玛撒是咧创啊，就是因着啉着水苦，因伫遐来埋怨吼，伫遐咧试探吼，所以毋通存着试探上帝的心啦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信心的功课啦吼，咱时常会拄着一寡信徒要求咱为着伊祈祷，伫几礼拜前牧师也有咧讲着即个部分吼。啊，当然咱会当替伊代求，但是更较重要是因家己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吼，迄个功效会更较好哦。咱会通，咱有坚定的信心，咱会当替伊来求，来关心伊，来甲伊扶持吼。信徒本身家己必须爱甲上帝建立关系吼，这是更较重要吼。所以咱看见即个人的信心非常坚定，愿意伫众人的面头前表家己追求的信心，也是讲耶稣叫伊起来时，伊就愿意起来吼，而且搁伫迄个所在来跪用光啊，来学了上帝吼。所以撒母耳下卷第5章第8节的经文吼，迄一天大必讲，攻打亚波斯人的要将大必心中怨恨的痴迷甲摆骹等入入水沟内底，因为即句话俗语咧讲，痴迷甲摆骹的拢袂当进伫迄个殿内底吼。但是咱知影，你看即个摆骹来讲，伊用信心来突破众人的眼光，也像咱讲的民主的问题吼。其实伫福音书中间，咱看到真济咧要求耶稣基督医治的人，拢必须爱突破众人对伊的眼光吼。比如讲，当因有即个人咧甲话休讲，即个寡妇大声咧喊嘛吼，喊讲伊的囡仔，啊，门徒就会甲因讲啦，莫吵莫吵吼，这是众人的眼光吼。伫迄个时阵的文化。青梅话讲，大笔的子孙啊，你医治我，可怜我，伊嘛是突破人，甲伊讲啊，恁毋好吵，吼。迄个时阵的人是安尼，生太哥的人嘛是安尼，逐个人拢惊因，但是因就是前来追求，吼。迄个信心，迄个突破是非常难得，嘛是真重要，吼。然后做得着赦免啦，吼。这是咱一般台湾人足无法度接受的物件啦，吼。所以咱咧甲人传福音的中间，可能莫直接甲讲吼，咱拢有罪吼，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讲着罪，因为咱伫迄种白色恐怖的时代，足惊人讲咱有罪啦，吼。无罪就去互掠去安尼吼，佫有罪佫较害安尼吼。但是就是讲对信仰来讲，对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你写钱无写着安心，你就是得罪上帝。就是讲，咱的人生的目标若放了毋对，咱欠款咱就是得罪上帝。所以咱时常需要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来求主的赦免吼。
约翰意思嘛，甲咱讲真清楚，咱若讲咱家己无罪，就是安那欺骗家己啦，吼。好，所以基督徒需要会晓伫认罪，伫上帝面头前来谦卑，尊主最大，安尼咱的心灵会甲身体就会得到医治，吼。第四个角度就讲起来行啦，吼。即件事除了提醒咱着爱倚靠上帝求医治了后，就是讲爱提醒咱医治的权柄在伫上帝，毋是倒一个温度，还是倒一个心意的心象，是主的权柄叫咱起来行。咱有讲着《使徒行传》第3章，彼得甲即个约翰伫遐咧甲即个拜卡的人讲，我是奉耶稣的名，毋是伊家己的名，吼。所以迄个叫人起来行。是因为上帝的权柄，就算有一个牧师真后祈祷，互人得到医治，嘛毋是因为迄个牧师的权柄，是因为伊所相信的上帝伫遐来享受迄个医治的权柄吼。所以咱也真清楚啦吼。个人的信心啦吼，信主的人着爱学习家己甲主建立好的关系，爱学习家己建立信心，毋通低视吼。当然，咱有当时感觉讲我着真软弱，也无要紧吼，会当咱的牧师啦、长老啦，是讲咱兄弟姊妹会当为着咱来祈祷，这拢无问题吼。所以咱家己若更较有信心，迄个祈祷着更较有功效吼。马太福音21章22节就讲，恁若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这个相信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哦，只要相信上帝的权柄，就要得到。吼，毋是相信讲我祈祷一定会好哦，这是有差别啦吼。爱相信上帝，咱祈祷的对象。好，过来对27节到32节吼。咧讲到利未受呼召的代志吼，同款我经文都无读啦吼。好，利未伊是一个扣税的人，伫当初时，你若互人甲你讲你是一个扣税人，等于去互人称你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咱知影迄个时阵是犹太人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你知影扣税毋是扣要家己用，是扣税是扣互政府所使用。所以扣税的人就是咧扣家己同胞的税，然后去互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讲这人是吃里扒外，巴结罗马政府，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初时的包税制度啦，就是讲罗马政府。因足爱用一种管理方式，就是讲地方自治，比如讲，伊有派总督来做巡抚，对无？然后佫有地方的官，迄地方的官啥物人？分封的王希律，这看起来计算足好诶，但是嘛造成政治上的紧张，比如讲，咱咧讲的毕列多甲即个希律。其实两个是足紧张的呢，吼，倒一个人较大，我是分封的王呢，但是罗马皇帝派来的吼，好，伊伫税顶悬嘛是安尼，伊互因家己的人内底去产生扣税的人，有钱的人才有法度做这个代志啦，吼，就是讲因为伊这个，比如讲一个新北市来讲，你要大概要扣偌济税？咱讲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有报户口，就是大家爱知影讲我会当扣偌济税，若安尼时阵，伊有一个税值的额出来，比如讲咱讲1亿来讲，即个因着几个有钱人着伫遐讲，我要甲包起来，即个真有好趁吼，我来用1.3亿，有人讲我要用1.4亿，着安尼去标。较济人就标着嘛，好，罗马政府来扣着啊，讲1.5亿好啊，即个人要哪趁钱？伊着爱去扣较济啊，所以伊着人头税吼，着搁甲你加天去。所以咱拄则有讲着亚撒该伊到尾耶稣去甲因兜了后，伊有反悔，伊讲安那，我若欺骗人诶吼，4倍害伊。讹诈人的
这就是扣税的人伊咧做诶代志，比如你若入这个城门，一届就爱500块，伊可能甲你收1000块，也是搁较济安尼所以嘛，因为安尼，所以遮扣税的人，互犹太人就足讨厌，足无欢喜，看到因就看到罪人安尼啦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伫迄个时代，因的扣税的人的问题伫遮耶稣就甲伊呼调，因为耶稣看到伊坐伫迄个税关顶悬，就甲讲你来对我行。圣经的记载，伊拢无讲半句话，伊就放落所有的物件起来跟对耶稣。伊的决志就好像亲像耶稣咧呼调这个彼得共款，甲伊讲恁着放落一切来跟对我，伊嘛是安尼来跟对伊这是耶稣呼调利未的这个代志。伫约翰福音第1章47节到48节会记载讲，耶稣看见拿但业行来，就是论到伊讲，看这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伊心内无规则。拿但业就问伊讲，你怎样捌我？耶稣讲，非你还未招呼你，你伫无花果树的时阵，我就看见你利未当体是嘛，毋知影耶稣基督是啥物人，但是耶稣基督呼召伊的时阵，伊就放杀一切。亲像拄则咱所引用的这约翰福音咧讲，拿但业伊嘛是安尼耶稣去甲讲着，伊是一个真好的以色列人的时阵，伊心内就受感动，伊就来跟对耶稣安尼共款伊就放杀一切这个真无简单啦咱拄则讲着讲，利未伊本身可能就经济拢真好所以伊才有法度去标迄个一个城市的税，然后伫迄个所在阁有好的收入。但是伊放落即个部分来跟对耶稣这是真无简单。互咱去想到迄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关于即个永生的代志，耶稣讲你着爱放落一切变卖一切来真正颂扬人，伊目头会角，伊甲利未就无共款所以伫福音书内底，咱时常看到迄个扣税甲罪人，其实即两个词拢是共款咧讲，遮个人有罪啦但是当咱看到即个部分的时阵，咱嘛要过来想到耶稣伫约翰福音记载中间讲，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去用掠来伫耶稣的面头前。讲耶稣，你要甲判无？伊犯奸淫，耶稣拢无讲半句话，伫涂骹写字，写啥物字？圣经嘛无记载。耶稣就甲讲，恁中间若感觉讲啥物人无罪，就会当顶第一粒石头，共款，就是讲，伫即个咧讲到扣税人有罪人，这是咱着爱思考，咱家己是毋是有罪啦伫即个咱咧。看人的这中间是毋是咱搁较济爱需要来反省思考。我伫世人亲像咧指讲耶稣这个耶稣就是甲罪同行伊甲罪人同齐道的目的，毋是要认同因的罪我拄则引用的这个犯奸淫的妇人人，耶稣甲伊讲啥？你毋通搁犯罪的意思是安尼。耶稣有甲赦罪，但是毋是认同伊的毋对咱着爱知影伫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咱所知这个犯奸淫的妇人人共款啦所以耶稣甲讲不要再犯罪了英语讲 sin no more 莫搁犯罪是讲耶稣有讲你是有罪，但是伊无要甲定罪互伊得赦免这个目的是安尼啦所以伫这个经文的重点的中间，咱看见讲病人甲医生啦有病人才需要医生。耶稣基督用真简单的话来譬如，伊甲罪人同齐倒食饭的事，也提醒咱着爱去甲弱小的人软弱的人做朋友，毋通甲因欺视啦耶稣嘛讲真清楚，讲我来毋是要钓义人是要来甲罪人三甲做伙这是第32节所讲的。耶稣基督毋是讲
无要甲异人做朋友。伫圣经福音书的角度来讲，亲像路加福音15章，迄个卖失的羊的譬喻共款。迄个异人是啥物货？是迄99只无需要花界的羊，无需要顾羊的人用介济心神的，会当互顾羊的人真放心去超找丧失的迄只羊。大概是用即个角度来去看啦吼。咱等下伫15章的时，咱再过来讲，较斟酌来讲啦吼。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咧讲到扣税甲法利赛人的祈祷，耶稣遐会掠做家己是义的人，轻视别人的讲即个譬喻啦吼。所以耶稣真清楚来讲，一个诚心实意的反悔比你家己掠做家己足好的人吼，迄祈祷更较好吼。所以蒙恩的人拢是罪人啦吼，所以咱定讲吼，教会内底逐个人拢是罪人吼，无教会毋是迄个好人聚集的所在，拢是罪人，因为咱拢需要耶稣上帝的恩典。天主教的信徒入去到伫因的礼拜堂内底，时常拢会去到伫两边边拢有迄种一家一家吼通常是3家做伙啦吼。中迄家是神父坐伫迄内底，两边边就是会友入去，因就会去甲讲，神父我有罪啦吼。其实你若用英语咧讲即个 Father 吼，有两层的意思啦吼。因叫神父嘛叫 Father，嘛咧讲着像主祷文咧讲，阮伫天边的爸嘛是咧对透过甲神父讲话咧，甲上帝祈祷啦吼。爸我有罪安尼，迄个意思啦吼。就亲像迄个浪子的譬喻，伊伫遐决志要倒来的时阵讲我要甲我的老爸讲吼，我得罪天，佮得罪你吼，共款即个意思吼。所以你有承认你的罪时阵，就有机会得到赦免啦吼。好，咱拢毋是迄个扣税人，但是咱拢是甲伊共款是罪人啦吼。真侪时阵，咱嘛伫生活中间为着家己的利益、生活权势吼，可能做一寡代志对别人无够有好吼，因为咱基督徒的性命应该是爱利益众人、荣耀上帝嘛吼。所以当咱若无够去为着别人去思考的时阵，咱就是得罪上帝，做了无够好吼。做生意顶悬有信用无吼，扣税吼。像即礼拜牧师拄讲有过去真侪迄个经济无好诶人，伊就会安那招回招回真侪时阵会去用倒回倒回拢是迄个无信用吼，无信用诶做法啦吼。好，即是军队主啦吼，咱是毋是愿意决志，即是来军队主，诚做基督徒，也是讲决志诚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门徒、使徒吼。咱真侪时阵，咱拢伫教会咧聚会，但是咱拢永远做迄个信徒尔定这是真可惜的所在吼。咱拢需要诚做一个受呼召，亲像迄个咱今仔日所读到17节到开始即个拜卡的人共款，当伊得到医好的时阵，伊做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啥物代志？学了上帝，归荣光，迄就是做见证，迄就做见证，伊就马上受呼召这非常重要啦吼。所以咱即时来军队主对基督徒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受洗、决志、愿意受改变愿意受改变。甲有罪的人同坐倒这是咱咧讲的迄个意义是相款。咱来接受迄有罪的人，毋是排斥因啦吼。老师捌有一届迄阵我还咧读神学院，我伫即个新德中会骄爱对面一间教会叫做乔爱教会，迄是咱长老会内底为着贯穿所建立的教会内底拢是咱所讲的外省人，恁贯穿来的人。有一届有一个兄弟，伊就规身躯拢赤灵赤乌风，
来伫教会做礼拜。伊入来了后，所有诶人拢坐伫另外一边，另外迄边敢若伊坐尔尔，了伊就点点就出去外口。我就去外口做礼拜煞，迄阵啊，伊拢叫我老师安尼尔，因为我是还伫咧读新人院，读新人院进前伫遐做祝福传道吼。我去外口去找伊，我就看到伊一台足歹诶车，看伊坐伫内底，我就甲敲门，我就坐入去车底，坐伊诶边仔，甲伊讲话。我就听真互人艰苦心诶代志，就讲伊去到所有诶教会，逐个人拢亲像安尼，无接纳伊啦吼。嘿，当然我嘛真无法度啦吼，伊互伊有一寡感觉想法。我就带伊祈祷啦吼，我讲欢迎伊周间随时来找我吼，我拢欢迎伊安尼吼。咱真侪时阵会安尼啦吼，会安尼来做直接诶表达啦吼。咱对一寡可能外表，也是讲真正伊诶生活就无介好啦吼，伊可能捌酗酒，捌食过毒，捌叫人拐过。共款伫美国。阮真侪兄弟姊妹咧讲着讲咱袂当有迄种种族歧视啦吼，就讲甲安尼喙角全破啦吼。我拄仔挑战一个问题啦，你若是暗时出去外口行路，你敢愿意去行伫黑人区，还是你看到一个黑人对你诶身躯边行来，你会安怎？伊讲我会闪。咱即个时阵潜意识吼，我哪会安尼吼？所以这对伫法利赛人甲经学师诶代志，互咱一寡提醒甲思考吼。过来找医生啦吼，咱是毋是有做人，还是讲咱需要找医生？当然，耶稣基督是咱上好诶医生，无毋对啦吼。共款2礼拜前牧师讲到中间所咧讲咱是毋是咱将咱诶祈祷亲像咧找医生共款？咱愿意家己去伫主诶面头前，咱挂号来互主看咱，或者是咱时常拢叫别人替咱去门诊，互医生看。咱真侪基督徒是安尼啦吼。咱着爱做义人啦，毋是家己称咱家己做义。做义人是爱互主称咱做义，咱爱有信心爱有信心，爱愿意来顺服咱诶主安尼较会使吼。即个图就是利未受呼召诶时阵吼，伊行坐咧即边，这是一个扣税诶所在吼。好，这是甲侪人食饭吼，这是已经足西洋化诶图啊啦吼，这毋是迄落这个较是真传统犹太人诶做法吼，犹太人诶做法。好，来。到最后吼，33到39节禁食诶问题啦吼，禁食诶问题。好，我无放伫迄个吗？好，经文诶重点是遮啦吼。好，伊讲耶稣诶学生搁啉搁食啦吼，法利赛人就质疑伊啦吼。嘿伫即个中间呢，耶稣嘛讲一句话啦吼，就是讲。即个约翰诶门徒禁食吼，法利赛人诶门徒嘛是安尼吼，这是法利赛人因讲诶啦吼。耶稣就甲因讲新郎来诶时阵，恁敢会当叫遮诶陪伴诶人禁食呢？吼，到底禁食是啥物货？我想这是咱今仔日所要来思考诶。对犹太人来讲，禁食非常重要，吼，禁食非常重要。即个禁食基本上伫旧约诶传统内底呢，是咧表达哀伤，吼，伫拄着人死诶时阵，来表达因诶哀伤吼。比如讲撒母耳上卷31章13节，伊讲，佮将因诶骨骸埋葬伫阿比诶即个树骹吼，伫遐禁食7天啦吼。圣殿诶灾难顶头诶代志吼，才有禁食。尼希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5节，尼希米为着耶路撒冷悲哀吼，禁食祈祷
我听见这的事，就坐落来思考，悲伤几若工吼。耶和华天顶的上帝，伟大通行的上帝，你用遐听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来施落你的慈爱。约珥书第2章12节，先知用你表明禁戒是来表达人的哀伤吼。所以伊伫遐来呼吁人民来悔改向上帝。现在安尼，恁犹原爱全心全意用禁戒、低靠、哀靠来归向我吼。其实咱嘛伫即个尼尼微城约拿书内底嘛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伫第3章，伊嘛是安尼用禁戒三恢复吼，伫遐来表达因的悔改的心。伫即个经文吼，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5节。伊讲，为什么阮禁戒恁，你毋看？为什么阮刻苦家己的身躯，你无要插阮？看恁伫禁戒的日，犹原追求家己欢喜的代志，去压为着恁做工的人看恁禁戒，结果是吵吵闹闹较冤家，用凶恶的拳头来拍人。这就是咧讲着，今仔日咱伫福音书看到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的禁戒失去了迄个意义，伫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就已经安尼讲啊。所以禁戒对因来讲，毋是一个真诚的实际的性命，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尔定。用这追求迄个禁戒的形式是无法度受到接纳啦。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耶利米书14章第1节到12节，耶和华对我讲，毋通为着这个人民会祈祷。祈求好处，就算是因禁戒，我嘛无要听因的呼求吼。就算因献上烧祭甲素祭，我嘛袂欢喜来接纳。我却要用刀剑、剑锋、瘟疫去消灭因啦吼。所以当这些人因事实上因的生活是离开上帝，耶和华认为因的生活无改变，所以就算是禁戒，因祈祷上帝嘛袂欢喜吼。所以耶稣就用迄个形容的譬如，当然这个形容是咧比如伊家己啦。这个军队的人，就是迄个咧陪伴新郎要结婚的人用安尼时阵是安怎着爱禁戒这是耶稣所譬如的所以伊来表达伊的来临是新郎来的时阵，所以伊嘛捌用迄个10个童女的譬如嘛所以应该欢喜，毋免禁戒。提醒咱这会追求禁戒形式主义的人爱真注意啦禁戒是一个表达心中哀伤，也是讲诚心实意追求生活改变、生命改变的一个决志。如果这个因为哀伤的人用禁戒来求上帝赐福改变因家己，但是人的生命若无因为安尼来得到改变啦，迄个禁戒就变做无意义。咱就要看足侪经文咱知影。新郎伊表示耶稣基督本身啦耶稣讲新郎对因的中间来离开，迄个时阵因就会来禁戒啦新郎离开就是咧讲着伊受难受死的时阵咱就会艰苦心，就伫迄个所在来禁戒所以伫即个所在，就是咧挑战这法利赛人经学士来甲因一个真重大的一个问号啦禁戒若毋是对心甘情愿安尼时阵，就无效所以耶稣伫遮用迄个譬如，就是新妇补伫迄个旧衫顶悬也是讲咱咧讲迄个皮囊旧的新的被补伫旧的皮囊内底底酒安尼共款所以咱知影就是讲即个因过去的人就是安尼衫补搁再补啦无所以记得迄个我阵小学的时阵，住伫阮阿舅因兜迄阵无敢若裤敢若一领尔啦迄转来着爱随洗，若破去着要家己用棉线车家己车有车着四角形的蛇的啦，有车圆形的一块一块咧补安尼迄古早的生活即摆人可能无法度体会即摆衫太方便咧
佫调到加华对啊对啊，佫较贵哦，佫较贵对，吼当初时诶人因就是得着真无容易，因足清楚知影讲咧补衫诶即个代志啦吼，你若无好好来报销吼，愈破愈大空啦吼，用这来譬如就是意思讲，因用迄个旧诶传统要来讲着上帝新诶恩典是无适当诶啦吼，无适当诶吼，咱我想即个我就无要解说真济吼，即个培龙法教酒诶法教，这咱大家拢知影吼。基本上，耶稣就是咧甲因讲，恁甲用迄个旧诶传统，心内无有新诶生命，迄是无合理诶代志啦吼。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因足坚持迄个传统迄个律例、迄个习惯，但是因无对心底欢喜来甘愿来做，用迄个形式安尼吼。也亲像路加福音18章11节到12节，耶稣批评这法利赛人的祈祷共款啦吼。讲你用迄种的祈祷，敢若大声祈祷，却毋是爱诚心实意吼，佫伫遐用祈祷伫遐单叫，讲我一礼拜禁食2摆，我一切收入都奉献1/10吼。毋是咧讲禁食无重要，毋是咧讲奉献无重要，即拢真重要。但是迄个生命是毋是有真真正正诶改变啊无？也是用祈祷伫遐敢若咧学了家己尔定吼。过去牧会时阵，捌拄着一个同工吼，伊参加迄个祈祷会时阵吼，伊安怎祈祷你知吼？讲因诶厝年诶亲人吼，无来咧聚会啦，伊就甲讲吼。主啊，求你赦免伊啦，吼，伊无亲像我吼，伫教会安尼认真参加聚会吼，咧服侍安尼啦吼。我听咧祈祷是心内是足艰苦心啦吼。伊诶祈祷毋是简单咧荣耀家己尔呢，伊搁咧咒诅别人诶，咒诅伊诶亲人啦吼。感觉着足足像即个法利赛人诶祈祷安尼啦吼。这毋通安尼啦吼。好，耶稣伫遮用安尼来甲咱提醒啦吼。旧诶好，旧诶是好无毋对，旧诶有好诶基础，咱徛伫旧诶即个基础顶悬，继续爱运前，因为咱逐工拢是新诶生活、新诶祝福、新诶生命，咱袂当一直徛伫迄旧诶，一直越走越回去，这毋对啦吼。所以耶稣伫遮咧甲咱讲真清楚诶代志吼。对禁食诶即个提醒啦吼，爱照逐个人诶能力，包括你诶体力、你诶身体状况，比如讲你若有血糖诶问题，牧师都无建议你去执行即种禁食吼，无就是爱足底一顿就好安尼，用禁食诶接力吼安尼，所以毋通强迫别人。吼，毋好强迫人哦。我拢咧禁食哦，你嘛着爱安尼做吼，因为逐个人诶身体拢无共款吼。20几年前，我袂记确切诶年啦吼。伫咱新北市内中和永和，有一对母仔囝去伫迄个较灵稳诶教会咧聚会，伊就是要缀人去做即个禁食，偌久追求40天，到落尾是2个人拢丧失性命。这个是无见证啦吼。嘛有一个已经过身啦吼，即个真灵稳诶牧师，伊捌讲着迄个选择落来迄个吼，伊也一届为着要去讲道，要去主持特会，禁食，阮就接到通知啦吼，讲请为着伊祈祷，因为伊禁食了吼，身体无好。我认为安尼毋是一个好诶见证吼，毋是好诶见证吼。好，过来，毋通勉强规定时间，比如讲，我拄则讲40天，吼。英国有一个即个咱讲诶挑战者是迄种探险家吼，伊毋是探险家啦，就是极限诶即个挑战者吼。伊着捌一届，个干若40天。完全无食物件，干那啉水尔定。了后，伊去互医生甲检查，医生甲讲，
伊的肠胃是终身受损，终身受损啦，咱毋通去共勉强即种诶物件咱若总讲，比如讲你若固定逐工一个固定诶时间一个无食物件伫遐祈祷 OK，搁另外一种，迄是上无应该。讲来，咱来迄个饼讲金只看送3上济。我捌听基督徒安尼迄是上无见证诶一个做法啦好，金只就亲像哥罗西书第3章23节，伊讲无论你做啥物，拢要对心底来做，亲像为着主做诶，毋是为着人做诶，毋是为着传统做诶，毋是为着规定做诶。我想金只是安尼啦无论做啥物话，拢为着上帝来做所以3章17节讲，你若所做诶，无论是言语行为，拢着爱奉着主耶稣基督诶名，借着伊来感谢父上帝，来见证上帝。做哥林多前书即个10章31节讲，所以恁或者是或者恁做啥物拢着爱为着上帝荣耀来做所以这个牧师伫遮甲咱提醒啦好，今仔日甲咱分享到遮好，有人要来分享，还是有啥物要问的无？有无？后礼拜三，后礼拜五牧师无伫诶所以暂停一摆，搁过我会将第6章来教咱大家嘿。今仔讲着信心，讲着禁止，讲着用较宽阔诶心去对待甲咱无共款诶人。我想这个对咱诶基督徒来讲是更较重要嘛讲着信心诶祈祷啦就是讲咱家己爱甲上帝有好诶关系建立安尼，戴是谁啊？那个是那个书会那个什么不是应该是那个谁会苏文，好。所以最近即摆人诶禁食是毋是拢咧有啥物较有特别诶目的甲意义才来做？对，比如讲进前我伫家己人问诶迄个时阵，阮捌杀过用为着建堂迄阵因为其实家己人问我去买迄块地是第4块地，第1块地伫菜市仔内底着路地，所以袂当开发。第2块地就是我迄阵去牧会时阵诶礼拜堂，第3块是边仔诶牧师馆了我单去买伫这水沟仔边，因为迄个因本地设计要起诶即个所在足巷仔底啦所以拢买地拢无去处理诶，即个中间搁去买新诶土地，嘛算真大诶压力啦就迄个时阵为着要筹备3-4千万要去买遐个地，迄个中间就是请逐个为着建堂诶代志，特别为着建堂诶代志来祈祷诶中间有呼吁兄弟姊妹身体会坎一个就来，比如讲用1个月诶时间有人早顿，有人中昼顿，有人暗顿就是安尼接力，用安尼诶接力，无去勉强一个人，着爱用足长诶时间。咱无爱咱诶兄弟姊妹安尼去冒迄个身体诶险就是用安尼诶接力，安尼诶接力互逐个去填表用安尼诶方式来呼吁逐个其他诶人你无禁止时，你嘛是共迄个时间嘛会当来做祈祷安尼当然固定
逐礼拜像咱教会即马是拜日阴暗9点做伙祈祷嘛吼，迄个时间即个因会换固定一个时间，有一个公道的时间安尼吼，即个禁食的节律吼，我是感觉是可行的一种方式，就是讲为着特殊的一个原因吼，比如讲咱若算讲像咱即马疫情已经过啊吼，伫疫情拄开始的时阵，咱逐个拢足惊吓的时阵，咱嘛会当用即种的方式来鼓励逐个较聚焦甲上帝的关系。用即种方式安尼。还有无？请问是秀文在线上吗？没有回答。是牧师是。是嘿？我是啊，秀文，我是。OK， 好，因为我只看到戴，我们在猜。是啊，我是。嘿，没问题，嘿 ，OK。好，谢谢牧师。嘿。好，若无，请连长长了，带咱祈祷来结束好无？好，来，互咱三个来祈祷。万管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你的恩赐内面，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通过老师今日的开帖，互阮搁较清楚，阮着搁较有信心来仰望你。阮需要伫阮的信仰顶面继续来追求，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你美好的旨意，袂面对阮教会过来要见证的事，由你的神继续引带帮助阮，因为这条是信心的道路，是上帝你爱阮伫遮三角来完成上帝你的工。总是阮现在有一方面无够呀，无论是信心方面，无论是阮的金钱方面，主求你来扶持、来补足，互阮真正会当知，你的圣会未来通过阮的努力，伫三个这所在要完成一个真大的任务，就是寡侪人有机会来认捌你，来到你圣会来敬拜你。主求你继续来赐福，互阮搁较知阮着爱谦卑伫你面前来行你为阮安排的道路。阮即久伫遮要散话，求你互阮拢有一个真好的安息，伫上帝你的实个好困到天光。我要四散进前，爱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晚安。谢谢牧师。拜拜。拜拜。拜拜。